他刚刚喂完，看另外一只回来。昨天前天有那个，紫孝东要来吃这个小的，那他们在赶它。昨天没看到，我以为不见了。就躲在那么细哦。这是它的声音吗？嘴巴红，这是红嘴，大只的，但是大只的，对，小只还没有羽毛，可能刚孵出来而已。还在这边，等一下，等那个大只的，快没电了，你帮我顾一下，看哪电。还没有哈。小只的嘴还白颗。他们那个喂，然后大鸟会把它们那个粪便再拿走。才会清粪便。等到长大会飞，已经被粪便淹死了。真好。出去。把这个吐出来，生动。这样有在录。把它关掉。没有很明显。3、4只，我刚看到是3只。看嘴巴。这边小只嘴巴是尖尖的。肚子饿了还不饿。叫个外卖那么久。只有妈妈一只，公的没有回来。我没有看到2只轮流喂。
你就查一下这种鸟的习性。哇，这样就治守护。对，照讲是轮流，比较能够顾。觉得中间那一只比较大，吃抢最多。3只。躁动。啊，吃完了。放休息一下。也是在叫，不是它。太饿了。这个右边那一只我感觉都没吃到。